咁300萬嘅樓價減100萬磅免稅額，即係唯一一個缺口喺呢度咧，就係200萬磅。係。咁200萬磅要交遺產稅咧，就係交嘅40%，即係80萬遺產稅。大家好，歡迎嚟到利福樓節，我係康。咁我身邊咧就係國際財稅專家阿 Jean 啦。集嘅嘉賓就係國際財稅專家 Jeannie 李明正，佢係移英財稅7步走嘅聯合作家，亦都擁有多個財務同埋稅務嘅專業資格。咁啊，相信大家咧都如果有睇之前2條片咧，就講翻英國嘅稅項咧。咁阿 Jean 都俾咗我哋好多嘅寶貴嘅意見。咁啊，第一集我哋就係講翻英國嗰個嘅稅網咧，其實就非常咁緊密啊。咁啊係稅網藍圖啊。係啊，稅網藍圖。咁第2集咧就會講翻跳出稅網，係啦，如果同稅網點樣跳出跳入係一個嘅真嘅回流定係假嘅回流咁跳來跳去啦。咁今集咧講一樣嘢咧，相信一講咗咧，大家就即刻轉台，即刻做唔睇㗎啦。係啊，咁大家都俾多1分鐘時間我哋啦。咁今集講嘅嘢咧就係講保險啦。係啦，咁真係大家聽到咧就真係掉頭走啦，因為保險咧會聯想到好多保險 agent 啦，打晒呔啦，抽住個喼啦，跟住就可能喺 Starbucks 嗰度同你傾偈啦，係啦，跟住你就唔買唔走得嗰啲啦。咁但係其實咧保險咧，你發現好似好負面啦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香港嗰個嘅保險買保險嘅嗰個嘅銷售額咧，係每年都創新高嘅，係啦。咁啊，即係好似你有個數據係話嘅，香港人都幾中意買保險。咁啊，即係先對應翻頭先阿方你咁講啦，即係其實我哋成日呢個題目咧，我都講好多次或者講好多地方。咁咧，往往咧大家都係第一個反應就係又嚟講保險。我哋成日講咧，保險咧就係萬惡不赦嘅。係。咁但係咧，實際數據上咧就係咩咧？其實香港人平均咧每一個咧大概有3戶單。咁好啦，咁點解又咁萬惡不赦又去做呢樣嘢咧？嗱，其實先我哋今日嘅題目唔係鼓勵大家買啲乜嘢保險，亦都唔係保險呢樣嘢咧係每個人都一定需要。但我哋想從一個角度就係話，如果稅務角度呢樣嘢其實係咪真係坊間講話有啲人話去英國，咁我哋講買保險慳到稅，又或者可以用保險嚟做一啲嘅功能性嘅嘢。其實你要使乜？即係保險嘅工具本身咧係一個客觀嘅嚟嘅。我哋成日講咧，保險係唔會呃人。賣保險嘅人咧，可能會呃人；賣保險嘅公司咧，都可能會呃人。但個產品本身寫咗喺度咧，你可以話佢寫得唔清楚，你可以話你唔好明，或者冇人解釋俾你聽。但係個本質嘅 nature 咧，其實保險係一個全世界金融工具，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所長嘅。咁以一個即係我哋先講香港為例啦。嗱，其實香港呢幾年咧，大家會發覺市面上多咗個保險產品咧，主要都係講啲儲蓄性嘅。嗰啲分紅啊、多元貨幣等等嘅嘢啦。其實因為香港嘅 nature 咧，最主要嘅挑戰因素就係我想要投資大錢。大家都係想要回報為主。其實冇錯嘅，因為佢本身係唔同嘅 nature 啊嘛。但係其實喺好多年前咧，其實喺香港咧，好多人多咗人係買一啲即係特別多啲人咁買咧，係買人壽保險，即係死咗嘅政府。其實你見呢幾年咧，唔係好多人講人壽保險嘅。咁點解人壽保險呢樣嘢喺香港係以前會 popular 啲咧？因為大家如果睇翻歷史，知道香港咧，以前香港係用遺產稅嘅。嗱，香港係現行其實都有遺產稅，不過稅率變咗零啫。咁遺產稅呢樣嘢其實最高咧，香港以前係講到18嘅。咁喺嗰個年代嘅人，你有資產嘅人咧，其實你係要應對香港遺產稅。咁亦都自然咧衍生出呢隻人壽保險去對沖翻呢個要俾稅嘅責任。即係將俾錢遺產稅嘅錢係轉移咗去保險公司嗰度。咁所以時而今日嘅題目轉翻啦，就係佢以英國去講翻啦。嗱，其實英國同香港保險市場好唔同。好唔同。如果認識講咧，其實英國係冇乜人賣保險。你唔會話收到電話去 sell 你啦，或者去銀行佢唔會突然間 cross sell 你保險啦。係好難嘅，咁啊反而係你自己要去揾，你自己去主動去同啲一啲嘅保險經紀公司聯絡，用電郵去揾佢哋，等佢哋電郵覆你之後會買到。咁啊，咁所以成個實施生態唔同啦。咁點解？因為英國人對於保險嚟講，佢哋唔係當一個理財工具為主，佢哋係一個叫做其中一個最大功能，其實就係稅務規劃。咁稅務規劃唔係個人都需要噶嘛。咁但係點解慳到稅？點解啱用咧？其實就係關保險喺英國嘅啲稅例上，或者佢喺功能上，其實咧係幫到手嘅。譬如用翻香港嘅位置嚟講，香港以前興人壽保險個時間就係有遺產稅嘅問題，而英國本身亦都有遺產稅嘅問題。咁英國遺產稅問題咧係即係遺產稅大家知係40%啦。咁其實遺產稅解決方法咧嚟去幾樣嘢啦。第一，
冇使啲錢去冇錢，咁咪冇嘢咯。好早嘅時候將之後俾晒小朋友下一代冇晒啲嘢，咁你即係叫身無分文咁過世，咁你都冇遺產稅嘅問題啦。咁第三就係話可能又通過啲即係以前話通過啲信託啊，又或者通過可能有啲遺囑去 defer 咗佢。所以只有兩個結局嘅啫。第一，你就係避開佢；第二，你避唔到，你就要避。咁有啲人點樣避唔到咧？就係話譬如話你自處嗰套物業啦，你有啲資產點樣留喺度俾自己啦，又或者你有啲錢其實都唔想提早去分身家啦。咁總會有唔同嘅諗法嘅。咁即係有啲錢你未必避得到。咁而呢筆錢其實最終咧係喺你過身嘅時候會跌落咗個遺產嗰度，而呢筆遺產要交稅嘅話咧，你係避唔到嘅。咁好啦，避唔到兩個選擇。第一，你留咗一筆好大嘅現金俾你後人，咁佢哋一攞呢筆現金嘅稅都係交稅。咁啊，正常做法啦。咁但係如果咁樣做得嘅話，你不如做啲俾佢哋。咁有啲現金或者你都未必攞到現金啦。大家做法咧就係你過身嘅時候有一大筆現金去到佢哋手上，佢哋幫你政府交稅，再攞翻啲錢走。咁其實呢個咧俾嗰樣嘢咧就係本公司俾啦。咁所以俾本公司嘅問題就在於究竟本公司俾呢筆現金我嘅時候，而我中間要代價俾幾多保費佢。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食幾多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我用1蚊換本公司2蚊，咁我梗係唔做啦。但係如果我用1蚊換本公司4蚊或者5蚊，咁可以諗咯。咁所以保險其實喺個英國稅務層即係規劃層面裏面咧，其實第一個用途嘅就係準備一個應對遺產稅嘅一個稅源。因為現金因為你總會有過身嘅一時間問題嘅啫。咁當然你話有啲朋友話，如果我喺英國唔係一個長期居民啦，即係申稅之後我又唔係成日喺英國啦，咁我就自然係唔需要海外資產交遺產稅。但係如果你英國本身 exposure 嘅資產夠多，又或者你英國變成長期居民，咁你其實就全球去睇咧，即係淨係物業嗰個每年嘅升幅啦，即係以一個按 long run 嘅講，其實都係升唔少嘅。英國嚟話睇翻其實過去呢幾年啦，或者10年裏面啦，咁英國咪都升咗2-3倍，都係好多嘅例子睇得到。咁亦都印證咗就係英國稅局睇到咧，其實佢遺產稅嘅收益咧，每年係逐年增加嘅。因為英國人嘅財產唔會無端升咁多嘅，只有物業係升得咁多。咁而物業升多嘅時候咧，過身嘅時候咧，佢哋就變咗係要跌落遺產稅網嗰度啦。咁啊變，因為遺產稅嗰個面上其實係呢10年8年啦，其實都冇點加過。咁變相就樓係唔升，面上樓冇加，咁變相出現咗呢種就突然間跳咗上去啦，即係又唔使交俾你要交啦。咁我都係準備唔切嘅，因為覺得你咁快過身啊嘛。特別 Covid 之前嗰陣時根本冇諗過啊。咁所以覺得自己冇咁有錢。係啦，你唔係奀頭啦。係啦，原來我層樓原來而家估值咁高嘅喎。因為你自己住緊嘅時候，你唔會諗我層樓會升咗好多，你唔懷疑嘅。咁但係原來發覺過身嘅時候，咁我成日講咧，遺產稅嗰陣時候，大家以為咧係你要處理，但我成日講咧，其實遺產稅咧唔關你哋事嘅。點解咧？因為過身嘅時候咧，係後人幫你執，後人幫你處理，所以你做得唔好咧，其實後人嘅責任，或者你將個問題咧拋俾小朋友，即係當然或者拋咗俾另外一半再生嘅。咁呢一樣嘢就係你究竟想唔想做得唔好影響到佢哋咧？咁所以其實你做得好，其實幫佢哋都唔係幫緊自己嘅。咁所以話呢樣嘢就係其實佢去翻個題目就係保其中一個功能，就係話通過理賠去幫你嘅屋企人盡量嘅現金啦，應對遺產稅。聽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多個海外收入來源而唔知點喺英國報稅嘅話咧，阿川就會喺嚟緊嘅4月26號同27號舉行一個1連2天嘅 Zoom 直播課程啊！而課程嘅題目咧就係移英理財慳稅實戰課程，大家可以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 click 嗰條 link 咧，就可以了解更多有關呢個課程嘅內容啦。咁當然第二樣嘢啦，坊間都有好多朋友就咁其實如果係一啲譬如話我哋 address 翻之前講嘅一啲嘢，就係話啲人彈出彈入，跳嚟跳去。咁其實保險有兩個功能咧，其實佢就係一個我哋叫做 gross flow，即係或者保單類嘅資產，其實你 as long as 攞出嚟，其實你裏面嘅紅利啊、增值啊，其實你唔需要報稅，都唔使交稅。咁就變相有一啲位適啲咩人咧？就適合如果我喺英國可能諗住都係居住一段時間，咁我喺海外嘅投資本身我可能係喺海外有啲嘅物業收租又好啦、股息啊、債息等等啦。我正常情況之下，我可能我要年交稅。咁但係如果我保險 wrap 咗，即係變相一個工具轉一轉換咧，我其實變相就係我呢幾年嘅增值裏面，我其實唔使報稅，唔使交稅。煩少好多嘢嘅，即係你話當然啦，有啲人話我海外投資本身係能力，我係高啲啱嘅。不過當你諗下，如果你高啲嘅能力，但係你每年嘅收入要打4成稅，即係得6折。
咁你就諗啦，6折之後回報比冇6折之後俾回報，個工具邊個好啲？你咁客觀嘅比，如果你比較完之後發覺其實都係其他好啲嘅，咁你可以繼續做，因為 net 正回報先最重要噶嘛。但啲人唔係喎，本身擺定期存款，本身我話要4厘、3厘，而家都低咗好多啦。咁啊3、4厘，咁而家可能打到6折，咁啊2點幾嘅啫。咁如果個本產俾到佢回報係高過2點幾嘅，咁其實你就賺咗噶咯喎。咁仲要唔使報稅喎。咁所以其實如果對呢班人嚟講咧，其實係適合嘅。咁所以當然你話仲有好多工具可以配合用嘅，我哋唔係即係唔可以話好係一 only one。咁譬如話我喺英國人 ISA 啊等等工具咧，其實結合運用。你需唔需要視乎你嘅情況，視乎你資產規模，因為 ISA 都有額度嘅。你當係每個人譬如話2萬過一年，咁我兩公婆咁1年係擺4萬落去，4萬咯。咁但我喺英國6年得擺200幾萬啫嘛，我分6年帶。咁好啦，咁但係如果我本身喺香港有500-600萬或者1000萬嘅存款，收緊息嘅，咁我點擺 ISA 擺咁多年咧？我到時就走咗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亦都係考慮就係到你嘅資產去到某個階段或者資產規模，你就諗呢個工具係咪適合你？嗱，佢唔會適合所有人嘅，但係佢可以喺一個配置上咧，你去抽出嚟睇就係適合唔同年齡同唔同需求嘅人係有即係一個可以按嗰個需求嚟切入去。咁啊頭先你就講咗個 concept 啦，即係保險就可以幫助到呢個嘅幫你俾咗呢個嘅遺產稅啦。咁但係其實都喺我眼中就係好似好 weak 㗎，係好實在。有冇啲實質啲嘅例子？好啊，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我有個客戶啦。咁其實佢本身喺英國買一層樓咧，就係10幾年前、10零年前啦。咁當其時英國樓咧都係佢房樓都算貴嘅，都100萬磅到。咁好啦，咁啊跟住呢幾年都衍生咗就係佢嘅過嚟自住嘅啫。咁佢其實係當其時買嚟係投資，咁但係佢而家咧就因為退咗休啦，咁兩邊飛嚟住啦。咁但係層樓咧就喺英國叫半自住咯，冇租出去嘅。咁咧就都已經升咗大約3倍度啦。咁啊大概因為都10幾年啊嘛，咁升到大概300萬，咁佢倫敦嘅。咁好啦，佢嘅問題就係以前咧佢呢一個遺產稅唔需要太擔心。咁但係好啦，而家出現咗個問題啦，就係去到300萬喎。咁佢係自己住㗎嘛，佢就唔會諗住將佢俾屋企人先。咁因為佢都係叫兩邊飛就退休用㗎嘛。咁好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在於2個人嘅免稅額，當佢呢個自住物業俾埋小朋友，其實佢最多係100萬磅免稅額。咁300萬嘅樓價減100萬磅免稅額，即係唯一一個缺口喺呢度咧，就係200萬磅。咁200萬磅要交遺產稅咧，就係交緊40%，即係80萬遺產稅。咁其實80萬遺產稅、80萬磅遺產稅咧係點嚟咧？就係80萬冇現金小朋友託去俾稅局，然後找一條數，跟住咧就 release 翻佢先放翻出嚟。係啦，咁當然你話可以問銀行借，可以有其他嘢，但係問題就好多時候咧借錢都煩啦，未必咁容易啦。第二就係要利息俾啦，第三其實就係800萬現金，其實你好難係攞到即刻攞80萬磅現金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本身個角色咧就正正係因為呢筆遺產稅咧係遺產，即係簡直個過身要俾㗎嘛。咁而保險嘅理賠就正正係保險過身先要俾，先會有錢收啊嘛。咁之後正正對當佢產生遺產稅時候嘅思考，如果張保單個 cover 係大概80萬磅啱啱好，咁就俾80萬佢屋企人。咁當然啦，你可能個計算上嘅保單點樣去設計啊？會唔會需要呢筆遺產？呢個保單都牽涉到遺產稅係有機會嘅。咁但可能就買大少少啦。咁我以一個最容易理解嘅地方為例就係啱啱好就對到80萬磅。咁80萬磅俾小朋友，其實佢就攞咗現金，因為遺產保險嘅理賠英國或者全世界都好啦，通常都唔使經保庇嘅。即係唔使經遺產承辦，第二基本上好可能係1個月即2個月之內啦，唔同地方唔同啦，咁就會賠佢出嚟。咁小朋友你即時有現金，咁你即時找條數，咁即係話呢800萬其實就係唔需要有佢嘅俾。咁好啦，咁800萬磅嘅理賠，咁自然要俾保費啦，保費先唔係錢台嚟㗎嘛。咁所以但個問題就在於定幾多保費。如果你話可能個保費控制喺4倍、5倍或者係甚至乎落咗啲嘅情況之下，可能個客戶本身即係生前有買落嘅話，其實可能就係講緊200萬保費啦，或者100零萬保費啦。咁令到其實你要準備嘅現金就咁多。而呢筆現金準備擺喺保險公司之後咧，80萬磅就係賠咗出嚟。咁其實面上就係佢慳咗60萬磅到啦，或者50零萬磅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呢個就係規劃啦，因為其實槓桿喺度咯。咁當然你話係咪個個需要唔知，不過當個樓價係咁升，面上係咁唔
B，係有啲嘢你俾唔到下一代嘅時候，其實你就要通過呢個工具咧去做個規劃。咁其實變相就係本身要俾800萬港紙咧，都咁容易理解啦。800萬港紙遺產稅，而家其實你就變相用150萬嘅保費換翻。咁你咪多咗6幾萬，其實你唔使擔心小朋友要俾稅，唔使留多600幾萬現金俾佢。嗰600幾萬可以自己使咗佢，俾小朋友愛嚟買樓。俾小朋友愛嚟生小朋友嘅時候，供書教學，咁變相就係你停一筆錢係好啲。係，因為係始終係你努力得出嚟嘅成果，冇錯，係啦，咁就當然最想嘅就係拍衰下一代啦，係冇錯，而唔係拖衰政府。係。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真係非常多謝阿詹啦，真係非常充實咁咧，就同佢就已經係講咗有1連3集有關係英國嘅稅務嘅問題啦。咁如果大家咧真係有興趣想睇翻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嗰個 playlist 嗰度咧，就 check 翻就可以睇翻㗎。咁因為咧英國稅就真係出咗名係喺世界上都算係高嘅，係啦。咁特別講到啱啱今日最後嗰個 topic 就係個遺產稅啊，用保險嚟 cover 啦，咁就係有成40%。咁所以呢啲嘢都係係人生每一個階段必經嘅咯。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安排得好咧，其實就係可以攞到最大嘅 benefit 啦，同埋你付出最少嘅嘢啦。咁當然去到最後就係剩翻最多嘅嘢俾翻你嘅子女啦，係啦。又係嗰句，即係聽到就知多咗嘢，亦都發現自己咧就越知多咗嘢就越唔知咁多嘅嘢，係啦，咁啊真係需要咧係再向阿 Jane 去請教嘅。咁阿 Jane 咧亦都咧佢嚟緊咧就會有一個嘅 course 啦，咁就係講翻英國嘅稅務。如果大家需要一啲比較個人化啲嘅一啲嘅資訊，但其實阿 Jane 咧都會有一啲係1對1比較 personal 啲嘅一個嘅諮詢嘅服務嘅。咁大家咧亦都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可以 click 翻條 link 嘅。係啦，咁啊1連3集嘅一個嘅英國嘅稅務嘅題目咧就已經完結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片咧，就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多啲朋友睇啦。下集見，拜拜。